乡亲啊，嘛会当到南投德山去约会哦。伫个2年前，互大水冲下去的乱人吊桥修理好啊，嘛伫今仔日开放。啊，这个中华八卦山的天空步道打造做触桥，暗时会来点灯，真浪漫。也毋过，这个桥顶人若伤多，这个桥会害，所以有派专人咧管制，来确保着游客安全。1公里长的中华八卦山天空步道，一到暗时咧闪闪发光，都亲像空中的银河，吸引真侪游客来。但是民众反映，桥顶人多，行起来拢会害。人太多，就会摇来摇去，很可怕。办活动那么多人一起涌上来。天空步道上悬的区段有15公尺悬，人一多桥就一直海，真可怕。暑假人多，担心天空步道无法度承载遐尼侪游客，安全上会有疑虑，官府马上派人检查。因为这个是钢构的有点柔性的构造会有一点轻微摇晃是正常的。300多人，那我们为了让游客比较舒适，我们把这边限定为100人。官府讲天空步道结构是轻型的降低，所以伊围的空间会较大，初步看是无危险，但是会加强桥顶的人数管制。另外，这座吊桥南投德山的乱人吊桥，2017年时被冲下去，即摆经整修完成，伫70情人节即天开放启用。这座乱人吊桥全长是46公尺，大约是1公尺宽。因为我近带热带食物园，四周围的水花绿树，拢是真清幽真水，是德山镇内唯一一座吊桥。重新开放了后，搁加一个旅游景点。